你们爱慕耶路撒冷的，都要与他一同欢喜快乐；你们为他悲哀的，都要与他一同乐上加乐，使你们在他安慰的怀中吃奶得饱，使他们得他丰盛的荣耀，犹如挤奶，满心喜乐。接下来我们做一个预备祷告，请弟兄姐妹们静下心来。天父上帝，万有的主，我们仰望你，追随你。今天荣光堂的弟兄姐妹们能在这里服侍，是多么的有恩典。我们存着感谢赞美的心，求主继续保守我们的平安，看顾我们周遭环境，在主怀里有平安，有喜乐，有盼望，享受子恩的滋味。今天所听的道，所领受神的话语，都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祷告奉我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接着诗歌敬拜，圣哉，圣哉，圣哉，在心灵诗选44首。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一同以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权
要颂。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是起因文。今天的起因文在诗篇107篇1到3节，以及17到22节。诗篇107篇1到3节，以及17到22节，由我来起，弟兄姐妹来应。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愿耶和华的庶民说这话，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起的救赎。愚妄人因自己的过犯和自己的罪孽，便受苦楚。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他化病医治他们。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第二，谢为他给他，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接下来公祷，请弟兄们参阅周报第3页。亲爱的上帝，我们荣光堂的信友们在此有几个愿望来向你祷告，求主垂听怜悯。为中南半岛国家缅甸祷告，愿基督信仰能进入他们的生活文化之中，国家百姓能更认识基督的信仰。为台湾卫理公会北一区教会祷告，东武安树堂黄宽裕牧师为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传道同工身心健康祷告，也为台湾行政首长及各级官员祷告，求上帝赐予智慧聪明给执政掌权者，束缚台湾人民，也为台湾儿童及青少年能受到完善的知识教育及美好的品格造就来祷告，也为台湾水情告急，需要上帝格外施恩祷告。主耶稣，深愿你束缚荣光堂的弟兄姐妹们所赐的福，使我们富足，并透过我们及我们所做的工作，彰显你的荣耀，让我们所经历你所赐的奇妙恩典，品尝此恩的滋味。以上祷告奉我主耶稣的圣名祈求。接着我们以主祷文来祷告，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接下来圣道理。今天的经课由张德正弟兄为我们攻读。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经课第一处在民数记21章4至9节，民数记21章4至9节，教会圣经151页，教会圣经151页。他们从何珥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怨毒上帝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怨毒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以上是第一处经课。第二处经课在以弗所书2章1至10节，以弗所书2章1至10节，教会圣经211页，教会圣经新约211页。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们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世俗，服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上帝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盛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以上是上帝的话语。我们谢谢张德正弟兄，我们恭读上帝的话语。接下来读经，今天经文一样，在以弗所书2章1到10节。刚刚德正弟兄已经有为我们恭读，那我再为大家恭读一遍，因为上帝的话语是有力量的，力上加力，恩上加恩。再跟弟兄姐妹来恭读。你们死在过犯的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服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极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将要将他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里向我们所施行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上帝预备叫他们行的。以上。接下来献书，
主啊，我情愿。我们请诗班。接下来正道，生命不再一样。我们请牧师。主啊，我情愿。这是一首很美的诗歌，也是一个很美的祷告。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会很希望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我情愿。”可是各位知道，其实要讲这个情愿是很不容易的，要情愿其实是很困难的。曾经有一个年轻人，他给他的女朋友写个信，然后说：“我爱你爱到这个无法自己，我一生一世要爱你，我愿意娶你做我的妻子。然后
礼拜六我们这一天约会的时候，如果没有下雨的话，我就去接你啊；如果下雨的话，我就不过去了。很多时候我们讲说情愿，但是你真的碰到问题的时候，会不会情愿，那就有点困难了。愿上帝帮助我们。所以情愿它不是只是一个意愿。我们每一次在教会里面、教堂里面主持婚礼的时候，牧师主持婚礼的时候，各位知道在前面在主持婚礼都要讲一个东西，就是你愿不愿意啊？我们中文讲愿意，可是事实上英文不是 I will， 英文是什么 ？I do， 意思就是我要这样做。它不是只是一个意愿，它就是你的行动。情愿不是一个意愿而已，它应当是一个行动，它应当是能够在你的生活当中去行出来的。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情愿不是停留在 I will， 而是 I do， 是我要这样去做的。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好，开始前一样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一个故事，只是一个笑话，但是大家不要太介意啊。现在也可能很多年轻人已经没有所谓的联考这个东西，但是我相信应该到我这个年纪之前，应该都是知道说联考是什么东西的。有一个爸爸在监督他孩子念书的时候，他就骂他的孩子，他说：“你不用功不努力，你知道你老爹当初差一点我就考上台大吗？”然后这个孩子就问说：“爸爸，你们那个时候上台大要多少分啊？”那时候还有联考嘛啊，各位知道那时候联考其实都有600多分才能够上那个好一点的学校啊。他的老爹就说，当时的联考的分数是635分才能够进台大，我只差一点。然后他的孩子就好羡慕，他说：“哇，爸爸你真是厉害，你只差一点。”然后结果他的太太，这个弟兄的太太，他走过去，你老爹差63.5分，差一点，知道点在哪里吗？635分跟63.5分就差那么一点哈，所以差一点而已。愿上帝帮助我们哈，求主怜悯我们。有时候差一点，可能就差很多了啊。在中文里面有一句话讲叫做什么？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有时候我们需要去调整那个些微的差距。很多人说些微的差距而已。各位，其实我们常常讲一个事情说，为什么礼拜天我们需要回到教会里面来，需要回到上帝的恩典里，需要回到礼拜堂里面来，因为我们要进场回原厂来维修。各位知道什么叫进场维修，知道吗？各位不晓得有没有看过有一些秤啊，如果你用久了之后，秤用久了有时候它会差一点点，但是各位知道，如果你去买菜的时候，那个差一点点的秤，如果差一点点，可能那个斤两就不对了，所以那个差一点点是必须要校正的。所以很多在卖菜的菜贩，他们必须要把他的东西拿回去一些原厂的地方做调校跟校正，要归零。如果没有归零的时候，你恐怕你一点点的差距，不是你损失就是别人的损失。所以需要那个差一点点，虽然只是一点点，也需要带到原厂里面来维修的。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为什么我们礼拜天需要来到教堂做礼拜？因为我们需要跟上帝的话、跟上帝来对齐，好让我们那个差一点点也能够调整回来，不至于因为差一点点之后就差了很多。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好，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愿上帝的话进入我们的心中，做我们的帮助和力量。上帝的话帮助我们能够调整回我们的一个角度，跟我们的一个应该对齐上帝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啊。所以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我们用这个祷文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念，请。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个祷告可以当作是我们在读经前的一个祷告。当然，祷告不是只有口号，祷告应该是成为你的生命。所以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当我们在读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它不是只有念过去，它应该要成为你的生命。好，开始前先跟大家介绍有一个人，这个人我想大家对他可能有点认识，但是不是很认识。这个人叫做 John Newton， 约翰牛顿啊。那他有一首诗歌，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唱，而且很多人都朗朗上口。这首歌叫做《奇异恩典》。好，
那我相信很多人对这个人也许会有一些的认识，他叫做牛顿，我不晓得是不是跟那个苹果树掉下来那个牛顿他们同一家，我不知道了哈。但是至少他的姓是叫牛顿的。但是这个人，各位如果对他认识的话，你说他是一个牧师，他写这一首诗歌很棒很好。但是各位可能不晓得他的过去，他的过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过去曾经是一个卖黑奴、一个卖奴隶的人。所以一个曾经是一个罪恶的人，一个十恶不赦去贩卖人口、去这个捆绑人的、去猎人头的这些人，他居然能够成为一个传道人，而且能够改变他的生命，而且改变了世界。各位知道有一个国家是比美国要早30年解放黑奴的，各位知道是哪一个国家知道吗？英国在这个比美国早30年前，他们就制定了法案。等一下会让大家看一下。好，但是我们请大家回忆一下这一首歌，它的歌词他说什么？他说：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这首歌很美，词也很美，但是你会说他又不是一个盲人，他为什么会说瞎眼今得看见？当他过去不晓得他活在罪里面的时候，他认为他自己好像是一个瞎了眼的人一样。好，1779年，他成为在伦敦的一个圣玛利亚教会的一个主任牧师。你可以想见一个事情是，过去一个贩卖黑奴的人，过去一个去非洲抓人的人，过去是一个去残害别人生命的人，但是他的生命得着改变，而且他成为一个牧师。他不但成为一个牧师，他还影响当时的英国的一个议员，叫做韦伯福斯这个人。韦伯福斯在他跟他的同僚当中，因为一直的努力，以至于当时英国就制定了法案。我们看在投影片上面，在1833年的时候，英国就正式的解放了黑奴。30年后的美国，在林肯的手下才正式的解放了黑奴。所以你可以想见，早期的时候，在当时欧美各国都是这种蓄奴主义的情况下，你要能够突破当时人的那样的想法，要能够改变人的生命，让人可以不要再去成为那个去迫害人的人，那是一个何等不容易的事情。当时不是只有我们现在听过白人至上主义，其实很多欧美的人，白人他们都认为他们比别的国家、比别的民族是优秀的，所以他们会去侵犯跟欺压别人。但是当这个约翰牛顿这个牧师，当他改变之后，他知道他过去的这样的一个光景，所以他鼓励他这个徒弟，鼓励他这个学生，鼓励韦伯福斯说：你要尽力的在国会里面要做这样的事情，让整个国家能够释放这些的黑奴，让他们能够得着自由。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信仰的坚持能够帮助改变你的生命，不但改变你自己，也改变你身边的人。愿上帝帮助我们，一个从前是一个抓黑奴的人，现在成为一个对解放黑奴有贡献的一个人，这是一个生命极大的改变。所以我们常常讲说，我们要有生命的见证。生命的见证是什么？生命的见证是我过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而我如今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真实的见证比站在讲台上讲100篇的讲道要更有用。如果你的生命能够被耶稣来改变，如果你的生命能够被主来翻转的时候，你所讲出来那个力道是更加的有生命力的。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需要去学习一个东西，是有时候我们讲见证，其实我们都觉得说我不会传福音。其实传福音不需要讲高言大志，传福音需要讲的是你生命真实的改变，你生命是怎么被主来改变的，你生命是如何来翻转的。所以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这个是一个很有名的使徒，这个人叫做保罗，他是新约当中13封书信的一个作者。各位，他是在新约圣经里面，他是一个很多产的一个这个写福音书信，或者是写这个新约书信的一个作者。他是一个智慧的人，他是一个学者，但是他的过去也曾经有过一个不堪的生命。各位如果看使徒行传里面，就会知道说，过去这个曾经是在加玛列门下，一个曾经是一个在很有名的老师的门下的一个学者，他曾经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他甚至认为逼迫基督徒是对的，他甚至认为说去迫害人是对的，因为为了上帝的荣耀。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人他生命要能够改变，跟过去不再一样，是很不容易的。各位知道，华人有一句话讲叫做“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所以，你即使江山都换了主人，但是你本性不一定可以改变的。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可以改变你的生命，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可以让你跟过去不再一样，那必须是一个极大的力量。保罗他曾经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他甚至认为这是对的。他拿了大祭司的这个命令的时候，他要去抓基督徒的，但是在去这个路上的时候，他被光照了。被光照的时候，他从此就不再一样。过去的他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但是现在的他却是为福音效力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跟过去不一样的经验？我们昨天在雅比斯小组晚上，礼拜六晚上我们有一个雅比斯小组，我们在小组里面曾经有一个姐妹，她这样说，她说当她信主之后，她虽然是从基督徒家庭长大，但是她真正信主是在她已经结婚之后，30几岁之后，她才真正认识上帝。她说在那个过去里面，她有很多东西认为这是对的，这是应该要这样做的，但是等她真正信主的时候，她发现原来有很多东西跟她过去想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自己以为我们这样做是对的，但是事实上在上帝眼中不一定是。记得我跟大家曾经分享过一个事情，我在念神学院的时候，曾经有一度我自己非常的骄傲的，自己以为我的成绩很好，我认为我应该是一个很通圣经的人，所以我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愿你使用我，因为我希望被你来使用，然后我要拿到神学院的第1名，然后毕业的时候希望可以出国去留学，拿学位回来，然后回来之后要做什么？回来之后我要砍掉那些叫做不合用、上帝不合用的人，因为这些人他们太烂了，他们太糟糕了，他们不应该被上帝使用的。各位知道吗？大发热心好像是好的，是对的。可是当我祷告的时候，跪下来祷告的时候，上帝居然问我一件事情，他说：“蔡伟文啊，你是个什么东西啊？你是什么东西啊？你怎么会有权柄去使用、去选择我想要使用的人呢？你也不过如此。”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其实以为我们为上帝大发热心，但是不一定是对的。我们以为说好像我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我可以砍掉很多不合用的人，是我们的觉得，而不是上帝的觉得。上帝常常用一些叫做我们觉得不够好的人、不配的人，包括我这个人也是，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还能够来服侍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怜悯我们。当我们过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如今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那是一个极强大的一个见证。上帝在你生命当中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好，所以我们今天所看的书信以弗所书，它其实是一封什么样的书信？它是一封教会建造的蓝图的一个书信。圣经里面常常提到有关教会的事，在新约圣经里面提到有关上帝的教会，但是教会到底是什么？在以弗所书里面提到很多有关教会是什么，或是教会它应该要具有哪些的功能，教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团体，教会应该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荣耀在这当中。可是各位，如果你觉得保罗在写这封书信，他是在一个很自由的环境，或是在一个很好的环境里，那就错了。保罗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是关在监狱的里面，他在监狱的里面写下这一封的书信，他告诉当时的那些在初代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说，教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式。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是，很多时候我们是去教堂，那个教堂叫做那个建筑物或是礼拜堂，但是我们以为在这里可以找得到耶稣，其实并不是。耶稣并不是在教堂的里面，这个建筑物的里面。耶稣在哪里？耶稣反而是在一些需要被服侍的人当中。耶稣在哪里？耶稣并不是在一个建筑物的里面，耶稣在一群人的当中。这一群人是他们需要被上帝来爱，需要被上帝来关心，需要被上帝来怜悯的这一群的团体跟族群，他们需要在那里，而耶稣也会在那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不一定要住在一个大的礼拜堂里面，耶稣不是要在大的会堂里面他才有耶稣在那里。
各位知道民间信仰里面有一个东西，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人讲，很多人去拜拜的时候说，这间庙啊有灵有圣，有听过这个话吗？有灵有圣意思是什么？哇，这个神灵很厉害，这个神灵在那个礼拜堂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人以为说，好像耶稣也是这样，哇，今天这个教会哦，这个很兴旺，耶稣一定在那里啊。今天这个教堂好像，耶稣不一定在人多的地方，耶稣不一定在人多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在有需要的人当中，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他说我们就是神的殿，神的灵要住在我们的里面，因此我们是要在真理和灵里来敬拜上帝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单是用诗歌来敬拜，我们用唱诗来敬拜，我们用读经来敬拜，用祷告来敬拜，我们要在灵里面，在真理的里面来敬拜。耶稣曾经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敬拜的地方不在这个山上，不在耶路撒冷，敬拜的地方是在心灵跟诚实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礼拜堂在哪里？如果今天你的礼拜堂是一个建筑物的话，那有可能人家在这里找不到耶稣，因为如果耶稣没有在你的心里面，如果耶稣在你的心里面，不管今天你在哪一个礼拜堂里，不管今天你是在大的礼拜堂，在小的礼拜堂，在布道所里面，在极大的教会里，耶稣都在那里。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而我们在里面需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上帝。所以今天的经文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他说我们过去是什么样子，现今我们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样式。我们来看一下在第1节的地方，保罗提醒当时的以弗所教会什么样的内容。我们来看一下第1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第1节，一起念来。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活过来？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活过来？还是你死在罪的里面？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要跟过去不一样，我们说我们信耶稣的人是跟过去不一样的，我们是回到过去，还是真正有新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复活节不是只是在过一个节庆，不是只是在过一个节日，复活节是你的生命是不是活过来了？你的生命是不是从过去对上帝没有感觉的，对生命没有感觉的，对美善的事没有感觉的，你的生命能够活过来，是有感觉的。我们现在常常讲叫做有感。弟兄姐妹，你对上帝有没有感？有没有感觉到你需要上帝在你生命当中，你需要上帝来改变你的生命，你需要上帝来帮助你来做美好的事。过去我们死在过犯跟罪恶之中，好像那个麻木的人一样，我们没有感觉的。但是如今我们是在主的里面，神说他要叫我们能够活过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看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同样的例子，在以西结书里面曾经有过一个故事，叫做枯骨复生的故事。这一群人他们都已经成为枯骨了，是不能动的，是没有办法有生命气息的。但是当上帝的气息吹到这些人当中的时候，吹到这些枯骨里面的时候，他们的筋肉都长齐了，而且他们又重新恢复成一个强大的军队。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没有生命力的团体，即使它再多，都是没有生命力的一群尸体在那里。但是如果你里面有生命，你里面有生命的人，你不管是你的群体多小，你都是具有那个力量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过去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但是神叫我们能够活过来，所以我们成为何等的人。过去我们成为在罪里面的人，但是如今我们成为在主里成为新造的人。有一个很有名的英国的一个牧师叫司布真，他说不肯让主真光照射，其灵魂必有病痛。当你不愿意在光里面被主来光照的时候，那么必然是有一些黑暗的地方，有一些不能够见得人的地方，可能有一些地方是不能够敞开的，以至于你不能够被光来照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让光进入到你的生命的里面？约翰福音里面提到说，光进到黑暗的里面，黑暗不能抵挡光。在原来的圣经里面，我们读了和合本说黑暗不能接受光，但是在原来的经文里面说黑暗不能抵挡光。当你里面愿意让光照的时候，你里面的这些的污秽也许都会被照出来，但是被照出来的时候，你的生命将不再一样，你将有一些的改变。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信主之后，你有没有这样的改变，让人看见你的生命跟过去不再一样？我们来看第3节，今天经文第3节的地方，过去我们可能跟别人是一样的，所以其实保罗在讲这个话的时候，他其实在做一个见证，我们过去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现在有什么不同？只因为信了耶稣，我们生命不一样。我们来看第3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3节的经文，一起念来。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过去和别人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基督徒叫做蒙恩的罪人？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觉得我们信耶稣好像我们比别人高一等，其实我们没有比别人高一等。我们跟过去跟别人都是一样，过去我们也是放纵肉体私欲的，过去我们也是对美善的事没有感觉，对罪恶没有敏感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有感的人。前几天有一个年轻人，他就跟我提到一个事情，他是一个大学生，他提到他将来他希望被上帝来使用，他希望能够成为传道人，但是他说他常常有一些罪恶感在他的里面，他常常觉得自己不够好，自己不够洁净，他觉得自己好像很多东西是不完美，他觉得他不配来被上帝来使用。但是我就提醒他一个事情，我说亲爱的弟兄，你要学习一个功课，是你要对罪敏感，但是你不要有罪恶感在你的心里面。所谓对罪敏感是什么？你要知道哪些东西是你不应该碰的，那个叫做对罪敏感。但是不要常常觉得我好像是活在罪里面，我是一个不干净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当圣灵住在你的心里面，我们成为被主所使用的器皿，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人。圣经上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觉得好像我们自己好像常常觉得我不够好，上帝恩待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不够好的罪人，我们也是蒙恩典的，上帝的恩典也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我常常讲一个笑话，就是牧师穿的全身都是黑的，只有讲话的地方才是白的，因为那是要讲上帝的话。所以上帝拣选我们这些罪人，拣选我们这些不堪的人，以至于我们能够讲上帝的话，那是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过去跟别人是一样的，然而如今我们却成为何等的人。有时候很多人不太敢在上帝面前认罪。我常常提醒弟兄姐妹一个事情是，当你不会在上帝面前认罪的时候，你就不会在人的面前认错。但是你如果愿意在人面前认错的人，你应该会觉得在上帝面前认罪是没有问题的。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不敢在人的面前认错，而且不敢愿意接受说我做错了，我需要上帝来改变我的生命。各位，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有2个不同风格的王，有一个人叫做扫罗，各位可能在圣经里面，在撒母耳记里面可能看过这个人跟这个人的故事。各位知道扫罗王他其实非常的优秀，圣经里面说他的身材高过比一般人高过一个头，他不但是长得又高又帅的人，但是他为什么后来不被上帝所拣选跟使用？当他犯错的时候，他不是承认说上帝我做错了，我需要在你面前来认罪悔改。他做一件事情，他要求撒母耳祭司说，你要跟我一起出去外面，让别人看到我跟你在一起，好像我没有做错事情一样。一个掩盖自己错的人，他不会在上帝的面前认罪。各位如果看圣经里面另外一个国王，这个大卫，他其实是一个罪恶的十恶不赦的人，他抢人家的太太，杀人家的先生，而且去让很多人因为他受苦。可是这个人的悔改却是真诚的，在上帝面前，这个人的悔改却是真诚的。当他知道上帝提醒，透过先知来提醒他的时候，他的认罪是真实的。他在上帝面前痛哭悔改。圣经里面常常说，他的流泪让床榻飘起，让褥子湿透。那当然是一个夸饰法，但是其实他在讲什么？他一直为他的罪恶感到非常的不安，他在上帝面前流泪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在上帝面前敞开你的心？还是你说我要掩盖起来，不要让人觉得我是有问题的，不要让人家觉得我是有罪恶的？我们若愿意揭开自己所犯的罪，上帝透过基督的宝血将会遮盖它。
但是如果我们掩盖自己的罪，上帝最终会揭发它。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在主的宝血里能够得着洗净，能够得着罪的赦免。好，所以第4节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经文里面第4节提到上帝有丰富的怜悯，还有他爱我们的大爱。第4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4节，一起念来。然而上帝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上帝的爱是大的？上帝的爱是极大的，包容我们所有的罪。所以马丁路德说，大胆的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因为上帝的恩典大过我们所有的罪。上帝的恩典大过我们所犯的一切的过错，大胆的承认我是一个罪人。上帝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让人看见在你里面有耶稣的爱在你的里面？我是一个何等的人，过去我是什么样的人，然而如今上帝却改变了我的生命。这个罗杰斯这个牧师讲了一段非常好的话，这段话我觉得大家可以把它放在心里面。神接纳我们，这是什么？这是恩典。他说我接纳自己，这个叫做和平，而我接纳别人，这是爱。所以上帝接纳我们，我们这个不配的罪人，那是恩典。恩典是什么？恩典不是我去赚来的，不是我去用我的功劳去得来的。上帝接纳我，这是恩典，而我接纳自己，我跟我自己和好，那个叫和平。而我能够去接纳别人，感谢主，那是上帝给我的爱，让我可以去这样对待别人。所以神接纳我们，这是恩典，上帝给我们极大的恩典。我们是一个不配的罪人，但是上帝却接纳了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所以第7节的地方，这里提到第7节，他说上帝极丰盛的恩典要显给我们看，而且要显给未来的世代看。我们来看第7节的地方，我们一起念一下第7节，一起念来。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所受到的这一切，都是要给我们将来的世代看的。我们的孩子们，他们要看到我们的生命是什么，他们要看到原来这个人他的生命原本是这样，但是现在成为何等的人，现在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常常在家里面没有办法造成对家人有影响力？因为我们常常在家里面，人看不到福音在我们身上有什么样的改变。如果今天福音改变了你，那么你的家人，你身边最亲近的人，应该能够看到你的改变，你的不一样在什么样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如果今天上帝在你的生命里面，那么你身边的人应该感受到你跟过去不一样了。上帝接纳那些真正悔改跟归向他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怕在上帝面前悔改认罪。有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上帝好像揭露了我的罪，揭发了我的罪。跟大家讲一个实际上的案例，也请弟兄姐妹要包容跟原谅，因为有时候牧师要带领大家，带领弟兄姐妹要进入悔改的里面。各位，老师要带学生进到一个状况里，或是要去工作的时候，必须要亲身做示范的。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习惯，我们常常没有习惯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那个怪怪的。我有一次在教会里面，我在以前牧会的一个教会里面，我在台上带领弟兄姐妹说，我们应该要认罪悔改在上帝的面前。那时候我做了一个示范，就是我也跪在上帝的面前，我跪在台前，然后带领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祷告认罪吧。结果后来，当我主日礼拜结束的时候，下台的时候，到外面去的时候，居然教会的执事来告诉我，他说：“牧师啊，我们教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需要做这个事情，来在台前认罪悔改？”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不曾认罪悔改，你就会觉得那个是很突兀的事情。但是如果你常常认罪悔改，你就不觉得那个叫做有什么样的突兀的事情。不晓得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顾惜跟爱惜自己的身体，每天需要去清洁跟洗澡，去清洗自己的身体？我相信每一个人应该都会有这样的习惯。但是如果有一天人家告诉你说，你为什么要每天洗澡？干嘛维持得那么干净？你会不会觉得怪怪的？有的人却觉得你不应该每天洗澡的，有的人会认为说你不应该每一天在这里认罪悔改，求上帝给你新的生命。有的人不觉得应该要这样。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上帝接纳那些真正悔改归向他的人。
悔改当然不是说我们一直都要处在那个罪恶感当中。弟兄姊妹，刚刚有跟大家说明一个事情，我们对罪要敏感，但是不要有罪恶感在你的心里面。罪恶感不是从上帝来的，但是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有敏感的心，敏锐知道哪些是上帝所不喜悦的。很多人对上帝所不喜悦的没有敏感，以至于做了之后发现原来我又做错了，我又得罪上帝了。我也许刚刚不小心贪了人家的一些什么东西，或做错了一些什么事情。愿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常常在主的恩典当中，透过悔改认罪，回到主的面前。我们没有办法明白上帝的计划，也没有资格去干涉上帝的安排，但是求主让我们有谦卑跟敬畏的心，来相信他带领我们的都是美好的。有时候当你认罪悔改之后，上帝不一定要把你放在一个很好的位置上，有时候上帝另外再把你放在一些更加黑暗或是更加需要被光照的地方。当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光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上帝要把我们放在那个更加黑暗的里面，以至于让人能够得见光。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你是一根蜡烛，你不应该是放在日光灯下，你应该是要放在黑暗的地方，以至于让黑暗的地方能够见到光。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里面有光的生命在里面的人。上帝虽然把我们放在黑暗里，但是那个黑暗使我们能够看到神的光从我们的身上就显出来。上帝给我们尊荣，不是因为我们有好行为，而是他恢复了我们在神面前的形象。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觉得好像认罪悔改是一件糗事。当我们认罪悔改在上帝面前的时候，上帝要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刚刚提到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上帝创造人的时候，给人一个美好的形象，就是照着上帝的形象跟样式来被造，成为上帝的形象跟样式。所以我们如今成为何等的人，我们过去是得罪上帝的，然而上帝把我们现在放回那个他尊荣的形象跟位置的里面。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尊荣不是因为好行为，而是我们恢复了神的形象跟神的这样的样式在我们的心里面。当你里面有基督的生命的时候，所以以弗所书2章第10节，他这里特别提到说，当我们成为恢复神荣美形象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应当要去行上帝所认为的善的事情。你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但是目的最后，你得救信主之后，你要做的一个事情是，上帝让我们预备去行那个美善的事情。所以千万不要觉得好像你不应该去做美善的事情。信主的人，我们已经预备好要去做美善的事。所以生命改变是让我们可以去做美善的事，而不是我们做美善的事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当你里面有耶稣的生命的时候，你就能够行出那个美善的事情，你的生命跟过去不再一样。保罗曾经有这样的反省，他说，我心里面我不想去做的恶，我反倒去做，而我不想要去做的那个不好的事情，我反倒去做，我想要去行的善，我反而行不出来。生命的改变是让我们能够行出我们里面想要行的善，生命的改变是让我们能够去不做我生命当中我不想去做的恶。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被恩典来管理的生命。人不能靠自己来行出善来，唯有依靠上帝的恩典，唯有依靠上帝的圣灵的帮助。有时候心里面很想发脾气，有时候心里面遏抑不住那个愤怒，但是我们唯有依靠圣灵的帮助，让我们可以能够控制我们的情绪。有时候很多弟兄姐妹会说，控制情绪很困难，因为我们自己去控制当然很难。如果我们让耶稣来控制我们的情绪，让耶稣来掌管我们的生命，让耶稣来管理我们的生命的时候，那就不会是一个难事。人不能靠自己去做这样的行善，唯有依靠圣灵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行善不需要夸口？因为行善是圣灵帮助我们的工作。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行善能够夸口什么。今天你读100章的经文，跟你祷告100个小时，并不是拿到上帝面前来夸口的，而是上帝怜悯我，让我能够成为这样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在主里有新生命的人，被恩典来管理，而不是被罪来管理。所以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要看到几个事情是：第一个，信主的人，我们是活在恩典的里面。
所以恩典是什么？恩典不是你去买来的，不是你去交换来的，恩典是白白给予的。好，所以罪跟恩典不能同时管一个人的心，你必须要服在恩典的里面，要不然你就是要在罪的里面。所以重生的人要顺服上帝的意愿支配，让他的心重新的愿意服从在圣灵的管理之下。所以今天的诗歌里面说，我情愿，你愿不愿意情愿被主来管理，被主来使用，被主来用在恩典的当中，被上帝来管理，还是你嘴巴里面讲情愿，但是事实上不是情愿的活在恩典的当中？唐崇荣这样说：罪的代表是亚当，义的代表是基督。罪带来死亡，义带来生命。所以如果你住在神的里面，你就进入你在义的里面，在生命的里面。如果你是在罪的里面，在亚当的里面，那么我们仍然在死亡的当中。愿上帝帮助我们，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活在恩典的里面。第二个，信主的人应该是要被接纳在恩典里。所以这里提到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是在律法之下，乃是在恩典之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是在上帝的恩典的里面。我们不是在罪的里面，是在义的里面。所以上帝的美好就是上帝用我们这样一个不配的罪人，居然还能够来服侍他。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夸口自己能够在上帝面前服侍跟侍奉的。若不是上帝的怜悯跟拣选，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上帝的标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来怜悯我们，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这不配的罪人还能够蒙上帝这样的怜悯。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生命当中处处活在恩典的里面。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很多人说我的生命当中没有贵人，因为好像没有得到帮助。其实你不是活在恩典的里面，你就是活在这个必须要劳苦的当中。我们活在恩典的里面是，即使我没有那么用力去做，我没有那么样的多的这个功劳，但是上帝仍然是爱我的。你会发现你身边有很多的恩典，上帝为你预备很多的天使在你的身边。即使我们很不完美，但是上帝仍然给我们很多美好的机会。第三个，信主的人是在享受恩典的当中，不是忍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要享受恩典，而不是忍受。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享受在主的恩典里。什么样叫享受？腓立比书4章19节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主里面，我们一切所需用的都能够充足。信主的人是享受在主充足的恩典的当中。当你得到主这个充足的恩典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如果你还是在劳碌的里面，那么我们就不是在享受了。如果你忙着读经、祷告、聚会、服事，但是忘了享受天父的爱，那么我们真的就是太过忙碌。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享受在这些的活动里，而不是只是忙在这些活动里面。当你要享受天父的爱，透过读经、祷告、聚会、服事，你能够享受在天父的爱里。但是不是去忙着去做这些的活动，因为忙着这些表示我们太过忙碌，没有在上帝的爱里面来享受上帝的爱。愿上帝来帮助我们，不是住在恩典的里面，就是住在罪的里面；不是在基督里，就是在世界的里面。所以愿主来帮助我们。我们过去是什么样的人，如今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需要能够了解跟清楚，并且当我们跟人做见证的时候，那是一个有力量的。上帝在众人的面前做这样美好的见证。上帝晓得我们所有的罪，配不上他的爱，但是他确实如此的爱我们，以至于能够完全的接纳跟宽容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大胆的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因为上帝的恩典大过我们所有的罪，上帝的爱超过我们所有的罪，上帝接纳我们，也爱我们。同时当我们被接纳被爱的时候，也让我们多一些怜悯跟慈爱在人的身上。能够被饶恕的人才能够施给别人饶恕跟怜悯。愿上帝给我们成为一个对别人有怜悯跟饶恕人的这样的一个人，使人感受到有上帝的爱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我们本是不配的罪人，你却这样的饶恕我们，恩待跟接纳我们。
谢谢你常常给我们有机会能够犯错，而且当我们犯错之后，我们还能够回到你的面前来。愿你接纳我们，帮助我们。我们过去是一个罪人，然而如今我们蒙了何等大的恩典。现在我们能够成为信主的人，我们在主里要享受主你的恩典。谢谢你，让我们真的享受，而不是去忍受。愿你施恩来带领我们，让我们享受在神的爱里面，并且能够帮助人，让人也能够透过我们来享受上帝的爱。愿你带领我们。感谢主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接下来我们来京剧背诵，今天的京剧在以弗所书2章10节，我们来背诵2次，请。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人行善，就是上帝所预备叫人行的。以弗所书2章10节，再次，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上帝所预备叫人行的。以弗所书2章10节。接下来回应诗歌，我们是你的百姓，心灵诗选332首。接下来我们做个奉献祷告，请诗献的同工到台前来。万有的主，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你所赏赐的。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上些许的金钱，作为荣光堂的事工使用，愿主悦纳。以上祷告奉我主耶稣的圣名祈求。
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来介绍新朋友，高一学生黄家伟跟曾威策。我们一次欢迎，永远欢迎。接下来我们来唱诗，我们成为家人。等一下唱第二遍的时候，彼此拱手问安。接下来是教会消息，请弟兄姐妹们参阅周报。今天是大斋期第4个主日，愿主帮助我们与主一同受苦的心志，也欢迎参加聚会及线上聚会的新朋友。愿上帝赐福大家。那教会聚会的时候，请全程佩戴口罩，也请弟兄姐妹依规遵守，让疫情早日停息。那主日后12点半在205教室召开3月小组暨执事会议。那会后请到201教室继续开执事会。那小组长及关爱同工请留至205教室关怀探访训练课程，由林志坚牧师主讲。那今天成人主日学在中午11点40上课，欢迎弟兄姐妹踊跃参与。主日后11点40分有初信受洗转入课程，有意愿在今年4月4号复活节受洗后转入的弟兄姐妹，欢迎前来上课。上课地点在1楼教会会堂。也为他们的信心增添，靠主得胜来代祷。第5点，制服艺人学院将在3月20号举行开学活动，我们邀请弟兄姐妹把握最后报名的机会。也请为教会红本门徒
为你延伸旧约导论课程，学生们学习来做祷告。那3月25号晚上5点到8点，那个林雅卫生所在本堂举行癌症筛选活动，敬邀弟兄姐妹及社区朋友一起来参加健检。那3月27号就是星期六上午10点，在我们本堂举行南部教区会议，请为南教区发展及各堂会事工进行顺利来祷告。那4月2号星期五晚上7点半，为举行受难周祷告会，邀请弟兄姐妹来参与。那下一季4月到6月的服事人资表已经公布在公告栏，请大家有时间去参阅。那本堂6楼整理一些堪用的物件，提供给弟兄姐妹们认领，请大家拨空上楼挑选合用的物品，欢迎自由奉献，将用于6楼的修缮。以上，牧师有没有要补充？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因为主日比较早结束所以等一下结束之后，大家就可以移步到成人主日学的教室准备上课。那今天的时间可以比较充裕，所以请大家把握可以上课的时间。那现在透过我们的成人主日学的课程，会让大家更多对圣经，还有对这个我们的一些的传统的一些的音乐，可以有更多的认识。那要跟大家特别说明，我们在受难周的4月2号的受难日的晚上的祷告会，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祷告会。那牧师会希望要使用的是类似，不是完全的，是类似泰泽的祈祷的方式，就是能够让大家透过在一个比较沉静跟安静的祷告的当中，让我们去思想我们跟主基督的关系，以至于在那一天的晚上不会有叫做特别的带领者，就是我们就让圣灵来工作，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完全顺服在圣灵的感动当中。你可以在那个时间有一个很安静祷告的时刻，所以邀请跟欢迎弟兄姐妹可以在4月2号的晚上可以来参加我们的受难日的祷告会。一般传统教会里面，在受难周的晚上，每一天的晚上都是会有祈祷会。那但是我们特别把它集中在受难日的晚上，让我们去经历与主一同受苦。在主日的时候，第3天主基督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在礼拜天4月4号的时候，我们就一起欢庆主基督的复活。那这是第一个报告。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在6楼，我们的6楼其实是一个大家很少去的地方，但是那里我们现在因为堆放很多的家具在那个地方，那里俨然成为我们教堂的仓库。但是，用3000万去堆一个仓库其实是蛮浪费的，所以我们期待6楼能够重新做整理跟整修，期待我们可以有一个比较中型的礼堂，可以在那个6楼的地方。那所以请弟兄姐妹，如果你有意愿如果你觉得家里缺什么样的东西，如果刚好6楼有这些东西是符合你使用的，那也欢迎你到6楼去选取。那你可以自由的奉献来为6楼的整修来做奉献，用这样的方式，我们期待今年我们可以把6楼做一个很好的空间的使用，以至于我们有更好的运用跟这个空间的发展。以上，谢谢。在教会肢体消息，请为弟兄姐妹的工作以及身体来代祷，也愿上帝赐福他们。以上，弟兄姐妹请起立。3-1颂。牧师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恩待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大灾节期的时候，能够经历与主一同的受苦，经历苦难之后，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力，如同基督从死里复活一样，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门。颂。弟兄姐妹，请坐。现在电乐